原本是传统饲鸭、甲鸭卵加工生产为主的台南鸭庄，组团到今已经第4代。因应时代潮流，慢慢转型成为结合农业观光加教育的休闲农场。第3代所青发开着心爱小火车，趁着市长来因遮关心长辈旅游的机会，一路亲自到咱农场的一庄一下，满满的自信加成就感。虽然农场被推荐成长辈轻松旅游的景点，嘛有设计趣味制作咸鸭卵等体验活动，成为团体户外教学特色。一步一步摆脱疫情的冲击，经营甲有声有色。不过，所有经营背后的辛酸，并不是外人所会当体会。对啊，我们是白手起家啦哈，啊，当然是很辛苦哈啊，就是早期那土地比较便宜嘛哈啊，买一块之后就可以再拿一块来贷款来买啊，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经营起来啊，然后这片土地是慢慢增加起来的，不是说一下子就搞这么大的啦哈。这个场地扩大嘛哈，那如果没有好好利用的话，也是转不过去了哈。啊，就正好有这个可以发挥我们的产品哦，比如说农业方面的哈，那个产业方面的鸭啦、蛋啦这些知识哈可以传承，所以就以户外教学为主，然后后来再增加这个休闲的部分。第4代苏宏明面对农场的经营，虽然客气爱记者找爸爸妈妈发言，不过伊学的是造型艺术，设计放鸭等古早趣味。到入农场以后，拢真有想法。其实对着农场来讲，上界基本的备卵做卵，不断更新各种的设施，做出好口碑，要互小朋友到老大人拢喜意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长邦采访报道。